你睇下哥迪拿幾高啊！拍埋一齊嘅時候咧，教練卡普直情到佢咧就心口咁滯嘅。繼續由孫悦嘅開波，好飄啊！個波唔喐㗎，大家見到咧，因為今年咧個波容易睇咗，黃藍白三種色㗎。所以個波去嗰時候，如果係飄忽波嘅話咧，你會見到成個波好似唔喐咁樣過對面嘅。但係其實真正嚟講，佢哋跟氣流咧喺度喐緊。反為如果你俾咗少少西落去咧，佢就跟唔到氣流去飄忽㗎啦。咁個波最多咧就係一個旋轉球，但係旋轉球咧威力唔大㗎，可以話俾大家聽。有背飛，李艷亦都出咗嚟啊！2號位打。又難到，今次就係李日之夾到黃麗娜去做攔網啦。咁而家咧就中國隊前面3個咧都係比較新嘅，而家轉咗個輪次之後咧，就到吳詠梅上嚟，咁啊有翻個大家姐喺度啦。黃麗娜揮臂動作相當大，好有氣勢嘅，揮臂。拉臂，跟住落腕收腹，哇！啲動作直情可以係一個教材啊！13-5，掩空咗㗎，不過都手起咗喎。邱愛華咧守得靚呢個波，而且打到個觸手出界添。14啦 ，set point 啦，中國隊好有機會追翻局波啊！所以現場啲觀眾哇墟冚啦，直情喺度轟動緊啊！因為其實泰國度咧都有好多咧就華僑㗎，所以一定係捧住中國隊㗎啦。泰國本身啲市民亦都係啦，捧中國，因為大家都係亞洲嘅球隊，而且咧就中國隊喺第一站攞唔到呢個分站冠軍，咁希望呢一站咧就可以，但可惜佢第一局咧就輸咗啦，第二局必須要攞啊！郭麗娜可惜打出界。俄羅斯追多分，6-14。我哋打呢個波亦都係咧就攞多咗個大斜線。好飄嘅呢下波，突然間咧就李艷先決定去攞，開頭以為個波咧可能會出界，追失又係突然間嘅。吳詠梅好嘢，打個背快。其實咧，如果再俾佢後邊咧，邱愛華亦都成功㗎。因為如果俾到邱愛華冇人攔網㗎啦，佢打2號波咧就殺食啦。攔到網㗎，呢啲算成功㗎。可奇比後快靚啊！呢啲我估唔到佢比後快㗎，俾人攻緊，竟然間可以俾個 no look pass，可以話背向自己嘅球員㗎，俾呢個快攻，好嘢。我睇多次啊！咁由一個以守跟住轉為攻嘅一次得分，中國隊以15-7咧追翻一局波。中國隊同埋俄羅斯隊嘅比賽，大家打到1-1局數係平手啊！咁第3局當然就係關鍵㗎啦，比賽採取咧5局3勝制。第一局中國就輸5-15，第二局贏翻15-7。第3局先拔頭籌攞1分。孫悦嘅開波喺第3局咧，就中國隊仍然都係原陣啊，同第1、2局一樣嘅正選頭6個。咁另外咧就俄羅斯方面咧維持翻第2局咁樣啦，所以話呢個比利高娃打正選。咁反為咧就迪真高就收埋咗喎。咁13號嘅沙斯亞都係正選喎，又變一變陣嘞喎。俄羅斯喺第2、第3局都同第1局唔同嘅。但係第2局變陣之下輸咗嘅，一開始又俾中國隊攞3分，3-0。孫悦繼續發球，孫悦而家係中國隊嘅大家姐嚟㗎啦，今年25歲。但係隊長就唔係佢啊，隊長咧就係10號球員王子玲，但係王子玲咧就亦都唔係咁多時間正選上陣嘅。王子玲因為係打個2號位嘅位置，亦都可以打4號位，但係而家要喺4號位咧都有啲表現比較佢好啲嘅球員咧係出現咗，咁所以中國隊亦都算咧係換咗一啲年輕嘅球員上嚟㗎啦。
咁希望咧就佢哋將來嘅成績可以做得越嚟越好添。而家中國隊唯一一個比較弱嘅一塊咧就係個高度，但係呢樣咧就即係冇得掹㗎啦。咁好多時咧亞洲人嘅身形始終都係比歐洲隊咧蝕頭啲㗎啦。而家中國隊咧4位嘅球員咧，孫悦 OK 啦個高度算做，好在亦都勝在有變化。咁黃麗娜亦都係今年一個咧就冒起咗嘅球員啦。佢以前有打，但係冇咁好。咁黃麗娜而家打4位亦都好，所以而家中國隊4位咧係強咗啲嘅，比舊年嚟到比較。中間咧就李日芝呢個9個球員咧，就亦都略嫌係身形矮啦，1.79米嘅啫，打快攻就冇咁好。吳詠梅就好啲嘅，吳詠梅咧就經驗亦都比呢一個李日芝係強少少啦。但係呢個波冇啦，對方跳得咁高，仲係安達摩路娃添，經驗咧佢唔夠安達摩路娃嚟㗎啦。莫拉啦就話今次咧就突然間冒升得好快嘅球員啦，輕輕力打㗎，吳詠梅呢下亦都正。對手咧攔網嘅球員咧，大家睇睇啦，當佢打嘅時候有啲跌緊落嚟嘅，而且咧就我哋見到3號球員呢個比利高娃開咗網，所以啱啦，打嚟嘅手度快攻搞掂喎，比利高娃1.90米亦都係。咁所以佢哋出嚟正選嗰啲扣球手咧，真係冇乜失拖，全部都係1.9米或以上啊！起到孫悦，哇靚到啊呢下波，打正咧就呢個矮細啲嘅10號球員華斯利加亞嘅右手前臂，而變咗一個足球出界。個波又好飄啦，大家留意個波唔喐㗎。一路去緊嘅時候，個波好似定咗喺度咧，用一條繩吊住過去，個波冇西嘅，咁就飄啦。但係咧就俄羅斯對呢飄忽波當然接得唔少噶啦，亦都進攻方面咧係成功。大家鬥打進攻嚟變化，中國隊就用短波，俄羅斯就用高大嘅身形去克制對手。呢個波孫悦避到啦，兩個拿波球員中間穿咗碌。閘位閘得靚，邱愛華扣咗碗嘅啦呢球波，球證亦都話係呢個係好球嚟嘅，啱啱落正個角落頭啊，咪叫做有啲運仔啦，亦都係啊，何其嘅花球，都係枕住喺4號位打多啊！今次咧就難死咗呢個安達摩路娃，應該開心嘅。因為安達摩路娃唔係咁易俾人攔死嘅，佢啲波開網啊嘛，你好難捉住攔嘅。李日芝趴埋去，兩個人同一時間跳，呢個攔網就相當成功啦。4隻手加埋形成一棟咧長城陣啊！以前中國隊就被譽為長城咧，就個攔網做得相當成功。當時就有郎平呢位教練咧在陣中打緊波嘅。所以中國女排亦都有個輝煌嘅時期啊！而家咧就經過沉咗一輪嘅時候咧，佢哋嘗試衝翻出嚟㗎啦。而家改善咗個進攻啊，郎平教練教翻之後咧，係真係改善咗個攻擊嘅。但係論配合方面咧，呢一隊新嘅球員好似哥迪拿咁樣咧，都已經同舊嗰班球員配咗咧，就起碼2年好多㗎啦。所以咧個配合默契方面，佢哋會着數，身形佢哋係着數。中國隊唯有咧就係打咩咧？打戰術，同埋咧就由觀眾吶喊之下咧，希望打高一皮波。揼釘啦，呢啲叫做沙斯啊，又係1.90米嘅。你睇高度啊，個人啊，直情個頭啊過咗呢個網頂㗎啦！唔好爭啊，邱愛華唔應該爭呢個波，何其比佢更加好嘅。好啦，亂咗少少啦，孫悦亦都咧攔唔成功呢個波。孫悦同埋李日芝咧就都拍到封網嘅，但係咧稍為唔夠高。
後交叉加一個咧入樽式嘅2號位，今次真係一個後快，但仍然未打死喎。所以俄羅斯着數就呢一樣，一啲嘅來回球之中，佢哋亂亂地咧都可以俾4號位或者俾後場嘅去打。後場佢哋有呢個安達摩路娃啦，有呢個哥迪拿打到咧，仲有個蘇高洛娃打到喎，有3個打到後場攻擊咧，你嘅進攻嘅層面就真係非常闊、非常大嘅啦。所以俄羅斯呢樣真係好着數㗎，安全過網啦，攻擊就冇㗎啦，對方打個平嘅4號位。邱愛華覺得好唔抵，因為咧就佢攔到，可惜咧就俾人哋撥咗咧佢嘅手出界。嗱，佢係攔到嘅，但係最後捉佢手出界嘅。5-5平手，俄羅斯追翻上嚟啦，拍咗 Q 啊！6-5，俄羅斯領先翻中國隊。呢個波咧亦都咧應該打好啲啊，可以，因為咧對方啊。籃網球員又係穿咗個大窟窿嘅，中間個唔夠時間埋嚟嘅，可惜咧就邱愛華打出界啊！郎平亦都咧提示佢哋，有啲關鍵球咧，如果自己嘅隊友啊可以升得到俾你，有快攻掩空你咧，就頭先佢應該同咧呢一個邱愛華講㗎啦，就應該要把握。所有機會波，千祈唔好自己浪費咗佢。安達摩路娃嘅發球扣球式嘅，但係佢就唔係選擇好勁嗰種啦。呢一個籃網，你亦都令到個波咧垂直落地咁滯，因為罩住咗嘅。所以籃網嘅時候咧，個手會一條撳向下邊。咁先罩到波，着數晒啦！大家鬥跳，咁啊俄羅斯嗰班球員就梗係高啲嘅，咁啊13個球員沙斯亞撳贏咗呢個波。大家一齊跳嘅其實，因為中國隊咧，你又知打快攻呢個位咧，亦都係算比較矮嘅球員啦。咁頭先提及過咧，佢嘅身高只係得1.79米啫。咁籃網嘅時候咧，佢攻擊個高度咧，個籃網高度係3.06米。6-8，孫悦就為中國隊走翻後場開波。個波咧開又開得靚㗎，突然間墜落嚟，但係孫悦咧就唔夠快走翻埋去咧，嗱好遠開波啊，唔夠快走翻埋去呢一個位，竟然間俾人笠死啊！唉，真係慘啊呢個波。所以呢個故事教訓大家啦，開完波快啲翻自己位啊！一個快攻嘅快抹正落去個空位度。呢下咧就少少劈波嘅形式打落去嘅，啱啱好球啊！你又知打啲快攻咧，全部以變化為主嘅，因為佢唔夠高嘅人啊，一定要變線。吳詠梅夠高，佢可以攞最高點咧，直冚有人攔佢都可以有機會咧係打到捉手添。叉超，對方都未死，自己打死啦。哥迪拿佢嘅經驗真係冇安達摩路娃咁好。打落網之後，中國隊追翻嚟到8-8。好偏嗱，個波又唔喐㗎，真係犀利啊！